后来这件假底的命案，警方也未完全确定失联的爸爸就是凶手，即摆还佫积极咧找人。讲两翁仔某虽然离婚，但是双方即摆咧讲复合，家庭日嘛真固定，经济上嘛无出问题。家福基金会讲，这确实是无亲像一般高风险的家庭，但是看起来正常的家庭煞来发生着悲剧。若是有周遭的人较加保一点啊，强化社会安全网，无的确就会当避免遗憾来发生。13冬前，花莲的五子命案，厝主刘志勤有5个囡仔骹手被沿线北里而且头套塑胶落啊，拢贴伫一间。翁某2人却是拢找无人，一直到4冬前才被发现讲死伫山顶，涉嫌杀害囡仔。定时间人关进去后，研判初步学定时间2分钟之后，这个电源就启动。过来讲，18冬前中华发生的洪玉潭命案，伊甲因某刘卫书公杀害3个囡仔，骨灰也伫海内底，翁某又搁死伫因兜的小型焚化炉。囡仔遗体无找到，只能伫失踪满7冬后宣告死亡。2个案件动机拢无被交代，抑搁检警就发现讲，刘志勤甲洪玉潭敢若拢欠人真侪钱，这就是社会安全网系统内面健康、经济、婚姻3大因素内面上接看到的一项。抑搁发生伫泰山这个小姐底的命案，看起来敢若无各样家庭所发生悲剧，互人再次重视社会安全网的强化。有些人是不知道怎么去主动求助，可能一个人在面临压力、在人生沮丧的时候，他真的是头脑就是不那么清楚，所以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是一个算是个鸡婆婆，这个儿童保护好邻居，每个人都可以做儿童的生命中的重要的贵人。若是大家会使加一份关心，无那着类似的不幸会使减一句啊。